迎接新年虎年要来啊！南投出名的土地公庙指南宫嘛推出上新的虎年纪念钱母。原来迄一天早起9点就使开始免费送货去庙内拜拜求财求平安的乡亲，嘛开放民众伫跨年迄一天早起8点就会使排队拜列。今年虎年的钱母嘛首先公开，做伙来看卖。 地图仔顶金光闪闪的是南投德山有名的土地公庙指南宫呈现更上新的虎年纪念钱母。虎安尼一山顶，这个虎伊就会甲咱加这个金银财宝头前卡大金银啦指南宫推出的虎年纪念钱母套组，外形的设计好徛伫山顶，好好生风。看到月娘有祈求祥和平安无事的意思。金钱母、银钱母顶悬的好嘛，徛伫山顶，要甲歹运赶走，迎接好运。就是做这样很精致的话，就会想要来。一定要排的。那之前有来排过钱母？是现在要排吗？没有来过。不是啦，元旦的时候。虎年上新的钱母献光，民众拢真着急，想要赶紧领。庙方讲卖着急，元旦都会开放排队。金鸡蛋阮准备特别多，阮准备3000粒。一直就是讲不爱互大家遐早来排列啦前面你第一个甲3000个机会都一样。当年元旦庙方拢会送钱母，搁有金鸡卵。今年嘛无例外。 而且国加码前3名会使领到2钱的金手指，第4名开始有在名额会使领到1钱的金手指。这金手指是用土地公、土地部身躯顶的金牌重新打造的，特别有纪念意义。台北指南宫发钱母拢吸引上万人来排队，庙方嘛开放借发财金。不过这2年因为疫情影响，借现金的人潮自70万减少一成，大约60万左右。庙方讲袂记得现金的嘛寄明信片来做提醒。